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，即国立的科学教育馆伫2223要举办与生俱来世界母语日活动。那用这台语客语来介绍日常生活的科学原理，也有关注民语的体验活动，搁再设计着剧场、亲子乐团、户外工作坊等等。这科教馆是希望讲，透过这科学文化和游戏，和母语真正结合着日常生活来代代相传。比如讲，咱普通是电火球啊。甲省电的电火球啊，甲 LED 灯，伊是毋是用电有差？安尼个试看卖咧。用台语小解无共的电火球啊，互民众了解日常生活用到的电火球啊，伊的原理原来才趣味。除了用台语了解科学原理，伫科教馆内底单位也有台语倒啊算来熟悉各种动物甲食物。顶解伫讲，迄阵咱拢用华语伫讲嘛吼，咱即马甲改做用台语来讲，有当时会感觉。嘛是足趣味的代志啦。2月21日是世界母语日，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特别伫2223举办母语科学活动。科教馆表示，这是头摆扩大举行为期2天的母语日活动，会有台语、客语的科学展览，也会当用原住民语的图卡了解渔业文化和环境议题。希望用这种浸水式的游戏体验，帮助囡仔跳脱学校内底学的华语，真正结合生活，才通互母语代代相传。这种方式，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，在这种环境中，可以体验到说，他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讲的话，他可以继续的在学校里面、在家里面或在外面公共场合里面都可以来使用。像这个台语或客语或原住民语言的话，可以真正的在家庭里面生根。旁哦，伊的尻川啊，较长啊，较大只，较大只，这是港仔芳。老师用台语带大家熟悉蜜蜂的分类。科教馆表示，今年的活动和传统静态的展览无同，有游戏展览、亲子乐团、剧场，也有户外工作坊。希望用多元的形式，创造更较友善的母语环境，让这片土地各种文化好好传承。也若台语家庭若是参与科教馆的母语日活动，也通累积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点数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